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全世界一年會飲晒、挖晒、擠晒幾多罐煉奶？超過4億罐。4億罐係咩概念？我幫你計過條數。如果你由而家開始每秒鐘開一罐，唔食唔飲唔瞓，你要足足開12年幾先至開得晒全世界一年消耗嘅煉奶。呢啲煉奶去咗邊啫？咗落越南街頭嘅冰咖啡度，淋喺泰國街邊嘅煉奶多士上面，搞入香港茶餐廳嗰杯絲扮奶茶入面。但講到煉奶，有一班人絕對最有話語權。香港人，對好多香港人嚟講，煉奶嘅味道就係夏天嘅味道，一碗堆到成座山咁嘅刨冰，最後淋上去嗰陣緩緩向下流嘅濃白甜腳，成碗冰嘅靈魂先至齊晒。又或者係春天嗰盒鮮紅色嘅士多啤梨，旁邊一定配一碟仔煉奶，一粒一粒點住食，酸同甜喺個口度撞到正。仲有幾多人嘅童年記憶係趁大人唔覺意定開罐頭，用匙羹偷偷挖一大啖，直接塞入個口度。而喺香港人嘅廚房同茶餐廳入面，煉奶幾乎得一個名壽星公。呢個喺香港家傳戶曉，由40年代開始陪伴我哋成長嘅老牌子，靠住一罐煉奶穩穩陣陣賣咗大半個世紀。香港人有句話掛喺嘴邊：外國有雀巢，香港有壽星公。直到今日，佢依然係本地商用煉奶嘅龍頭品牌，一年銷售額相當可觀。更有趣嘅係，罐身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唔加防腐劑。一罐煉奶入面差唔多有45都係糖，但佢偏偏就可以喺室溫之下安安穩穩放足成年，唔會變味，亦唔會變壞。你係咪從來未認真諗過呢個問題？一罐可以喺室溫櫃桶度，唔使入雪櫃，放足成年都唔變壞嘅甜腳，到底係點樣做到㗎？佢明明就係牛奶做嘅，但你買返屋企嗰盒鮮奶，放2-3日就變味俾你睇。點解煉奶可以頂到成年？係咪工廠偷偷加咗啲咩恐怖嘅防腐劑？答案可能會令你有啲意外。煉奶之所以唔變壞，靠嘅根本唔係雪櫃，亦唔係化學藥劑，而係一樣你屋企廚房就有嘅甜到漏嘅嘢——糖。一座現代化嘅煉奶工廠，一日可以吞落160萬公升牛奶，一組12個巨型儲奶缸可以裝到280萬公升牛奶，足夠灌出足足2000萬罐煉奶。一台離心機入面嘅圓碟，每分鐘轉7000個圈，硬生生將牛奶入面嘅脂肪同水甩成2層。今日我想帶你走一轉美國加州嘅煉奶工廠，睇下人類係點樣用一部7000轉嘅離心機，一座抽走60%水分嘅蒸發塔，同一羹睇落好普通嘅白砂糖，將一桶6個鐘頭前仲喺乳牛肚入面嘅鮮奶，變成一罐陪你穿越成年4季甜到入心嘅煉奶。我哋倒返轉頭睇下煉奶究竟係點樣嚟嘅。好多人以為煉奶係近代先至有嘅工業零食，查實佢嘅歷史已經差唔多170年，而佢嘅誕生同海上嘅一場悲劇同埋一場慘烈嘅戰爭緊緊攻埋一齊。故事返到1851年，一個叫蓋爾伯登嘅美國人搭船由倫敦橫渡大西洋返美國。喺嗰個仲未發明雪櫃嘅年代，遠洋船上面會養幾頭乳牛，專門供應鮮奶俾船上嘅 Annie 同細路仔飲。但嗰一程航程風浪好大，船上嘅乳牛全部暈船浪，病到冇晒精神，揸唔出奶，就算勉強揸到少少都好快變壞。伯登只能夠眼白白望住船上幾個啱啱出世等奶食嘅 BB， 因為飲唔到乾淨嘅奶，一個接一個咁夭折。呢一幕徹底擊垮咗佢，伯登立下決心，一定要發明一種可以長期保存、隨時飲得、絕對唔會變壞嘅牛奶。之後嗰幾年，佢一頭栽入實驗入面，失敗咗無數次，終於喺1856年，佢成功咗。佢嘅辦法查實好聰明，將牛奶入面大量嘅水分用加熱蒸發走，然後加入大量嘅糖，水少咗，糖多咗，細菌就冇辦法喺裏面繁殖牛奶，因此可以密封喺罐頭入面，室溫保存成年都唔變壞。呢個就係煉奶嘅分型，亦係人類第一次令牛奶擺脫雪櫃嘅觸腳。但真正將煉奶推上歷史舞台嘅
係幾年之後爆發嘅美國南北戰爭。戰場上冇乳牛、冇冷藏，補給線仲成日俾人切斷，士兵極度缺乏營養。拜登嘅煉奶罐頭啱啱好完美解決咗呢個難題，可以長期保存，營養又高，打開就食得。北方軍隊大量採購，拜登嘅工廠訂單瞬間爆滿，一躍成為食品工業嘅巨頭像。打完之後，嗰班活住返到鄉下嘅士兵已經徹底愛上咗呢種又甜又方便嘅牛奶，將佢帶入千家萬戶嘅廚房，煉奶就咁樣由軍用補給變成咗全民甜品。順帶講句，令煉奶唔變壞呢件事變得更科學嘅係另一個法國人。1862年，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德發明咗一種透過加熱殺菌防止葡萄酒變質嘅方法，後來被用到牛奶上面，就係我哋今日聽到耳熟能詳嘅巴斯德消毒法。換句話講，你手上面呢一罐細嘅煉奶，背後企住一場橫渡大西洋嘅海難，一場慘烈嘅南北戰爭，仲有兩位改變咗人類食物史嘅發明家。講完起源，我哋行入煉奶真正嘅故事行吧。但煉奶嘅第一站查實唔喺工廠，而係喺牧場，因為煉奶嘅本質就係被高度濃縮嘅牛奶，冇好牛奶就冇好煉奶。淨係美國就有大約6萬座乳牛場，養住超過900萬頭乳牛。喺過去100年入面，擠仔奶呢件事被一部機器徹底改變咗。一個農民用手擠奶，1個鐘頭最多擠6頭牛，但換上支遞奶機，呢個數字直接飆到100頭。呢部機器嘅核心係一個套喺乳牛乳頭上面嘅奶杯，佢會模仿牛仔吸奶或者人手擠壓嘅節奏，一張一弛咁將奶溫柔咁吸出嚟。現代化嘅超級牧場，規模大到嚇親人。一座牧場可以同時養7500頭乳牛，擠低奶嘅時候，最多80頭牛被同時趕上2座巨型旋轉擠低奶平台，行內人叫佢做擠低奶轉盤。乳牛企上去，跟住轉盤，慢慢轉一個圈，奶就擠低完㗎啦。每日擠底2次，呢種系統比傳統擠底奶機嘅效率仲要高多30%。擠底奶之前，工人會先用碘伏溶液幫乳牛嘅乳頭消毒，再套上奶杯。成個擠底奶過程大約7分鐘。擠底完之後，奶杯會自動甩返出嚟，全程精準又衛生。一頭現代乳牛嘅生活，講真，過得堪比一個被精準管理嘅打工仔。佢一日要用大約8個鐘頭食嘢，食落45公斤屎尿，飲成300公升水，作為回報，產出最多38公升牛奶。一個禮拜7日，全年無休，靠住現代飼養技術同營養配方，今日嘅乳牛產奶量係50年前嘅足足3倍。一頭乳牛通常喺2歲生第一胎牛仔之後開始產奶，之後就進入一個固定循環，連續擠底奶3瓶每日，再休息60日去生下一胎牛仔，然後周而復始。而佢產出嘅牛奶本質上係一種營養極之豐富嘅液體，入面有高達80輯隻都係水。呢個80輯腳，請你記實佢，因為佢正係後面成個煉奶工藝入面工廠要拼命對付嘅頭號敵人。啱啱由乳牛身上擠底出嚟嘅牛奶，溫度大約32度，會即刻被泵入冷藏缸，迅速降到2至3度保存。但呢個時候嘅牛奶仲係生奶，可能帶住有害細菌，必須盡快用一部容量2萬公升嘅運奶車運去煉奶工廠做進一步處理。運奶車開入工廠，煉奶嘅工業之旅先至正式開始。好似雀巢喺加州嗰種大型煉奶工廠，係24小時唔停轉嘅，一日要處理超過160萬公升牛奶。運奶車幾乎冇停過，咁開入卸貨區，每日送嚟大約56、7萬公升鮮奶，當中好大一部分牛奶由乳牛身上擠地出嚟，仲未夠6個鐘頭，新鮮到冇得再新鮮，但新鮮唔等於合格。就算牛奶再新，每一車喺被工廠接收之前，都必須先送入化驗室抽樣檢測，檢測指標執到好嚴，脂肪含量、鹽分含量都必須達到工廠標準。最關鍵嘅係牛奶入面絕對唔可以含有抗生素殘留，有啲蘇菲沙對抗生素過敏，一旦混入去，可能引發嚴重嘅過敏反應。任何一車唔達標嘅牛奶會成車被拒收。通過檢驗嘅牛奶會被送入工廠入面
最壯觀嘅地方，一片好似城市天際線咁嘅巨型儲奶缸群。呢度一共有12座高倉嘅儲奶缸，加埋可以裝到多達280萬公升牛奶。283萬公升係咩概念？呢一池牛奶足夠生產出足足2000萬罐煉奶。換句話講，工廠入面隨便一組儲缸度晾下嘅牛奶，就夠供應一座中型城市嘅所有人，一人分到好幾罐。牛奶雖然入咗廠，但仲未可以直接拎去做煉奶，因為呢個時候牛奶入面嘅脂肪仲係太多。煉奶嘅基底需要嘅係脂肪含量低嘅脫脂奶。點樣將牛奶入面嘅脂肪精準咁分離出嚟？工廠用嘅係成個產業鏈上面轉得最快嘅一部設備——離心分離機。呢部機器嘅原理講穿咗同你屋企部洗衣機嘅甩乾一模一樣，但佢嘅轉速同精準度完全係工業級嘅。佢嘅處理能力極之驚人，一個鐘頭可以處理超過22000公升牛奶。機器頂部係一集集晒型嘅金屬圓碟。呢啲圓碟以每分鐘7000轉嘅速度瘋狂旋轉，喺呢種巨大嘅離心力下，牛奶入面密度更大、更重嘅脫脂奶會被狠狠咁甩向外捽，而密度更細、更輕嘅忌廉就會向中心聚集。一入一出，牛奶就被乾淨利落咁分成咗兩層，一層係脂肪含量大約20%嘅濃忌廉，另一層係脂肪含量低於10%嘅脫脂奶。被甩出嚟嘅脫脂奶就係製作煉奶嘅基底，而嗰層香濃嘅忌廉去咗邊？佢唔會被浪費，會被工廠轉手送去做牛油忌廉、雪糕等等其他奶製品，又係一門生絲，一頭乳牛嘅奶就咁樣喺7000轉嘅離心力入面被物盡其用，一滴都唔浪費。分離出嚟嘅脫脂奶接住要過一道生死關殺菌，呢一步用嘅正係前面提到嗰位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發明嘅巴斯德消毒法。成個過程快得好似一場閃電戰。首先，牛奶會被冷卻到大約3度，然後送入一部叫熱交換器嘅設備度，喺裏面被瞬間加熱到72度。加熱後嘅牛奶進入一條特製嘅保溫管，喺72度嘅高溫下精確停留15秒，唔多唔少，啱啱好係國際標準要求嘅巴斯德消毒時長。停留夠鐘之後，牛奶又被迅速冷卻返3度，成個凍熱凍嘅循環由頭到尾唔使40秒，卻能夠殺死牛奶入面99嘅細菌。點解一定要咁快？因為加熱嘅目的係殺菌，但溫度太高、時間太長，又會破壞牛奶本身嘅營養同風味。所以工廠要嘅係一個極之微妙嘅平衡，用最短嘅時間啱啱好嘅溫度，將壞嘢殺清光，又盡量唔搞到牛奶嘅原味。呢15秒就係幾代食品工程師反覆試出嚟嘅黃金數字。喺巴斯德發明呢套方法之前，人類飲嘅大多數係生奶，唔單止極易變壞，仲成日因為裏面嘅有害微生物而病。可以講呢40秒係煉奶可以放1年唔變壞嘅第一道保險。而家我哋終於嚟到成罐煉奶嘅靈魂所在，亦係佢之所以唔會變壞嘅全部秘密——加糖同濃縮。如果你曾經認真問過自己，煉奶點解可以室溫放成年都唔變壞，係咪落咗防腐劑？咁呢一段就係答案。殺完菌嘅牛奶，第一件事係加糖，而且係加大量嘅糖。好多人以為落咁多糖純粹係為咗甜，錯啦。糖喺呢度扮演嘅角色比甜味重要得多。天然防腐劑呢個背後係一個簡單又精妙嘅科學原理。細菌同霉菌想要生存落去繁殖後代，最離唔開嘅就係水。而當你向牛奶入面加入海量嘅糖，糖會牢牢咁將水分子捉喺自己身邊，形成一種極高嘅緊透壓。喺呢種環境度，細菌細胞入面嘅水分會被反方向抽乾，活生生渴死，根本冇辦法繁殖。呢個同蜜糖放幾年唔變壞，果醬開咗蓋可以放好耐，係完全一樣嘅道理。所以煉奶嘅防腐靠嘅根本唔係咩恐怖嘅化學藥劑，而係呢一羹羹甜到漏嘅最普通嘅糖。加完糖之後，呢煲奶糖混合物會被重新加熱，目的有2個：一係令糖徹底溶解、均勻分布；二係防止啲糖喺後面結晶，摧毀煉奶，
嗰種絲滑嘅口感。然後重頭戲登場，濃縮牛奶會被送入一部叫蒸發器嘅龐然大物，佢嘅任務只得一將牛奶入面嗰高達6濕嘅水硬生生抽走。呢部蒸發器嘅內部係一座座高抽嘅塔，專業上叫佢做加熱室。每一座塔入面都密佈住無數條不鏽鋼幼管，幼管外面包住一陣高溫蒸汽，牛奶由塔頂被注入，順住呢啲幼管一路向下流淌。喺跌落去嘅過程入面，管壁外嘅蒸汽不斷幫牛奶加熱，牛奶入面嘅水分被一啲啲蒸發走，剩下嚟嘅蛋白質、糖同脂肪就越來越濃。呢部機器最聰明嘅地方在於，佢靠嘅係加熱加埋控制氣壓雙管齊下，能夠喺唔破壞牛奶本身性質嘅前提下，高效咁將水趕走。當牛奶被濃縮到啱啱好嘅稠度，就會被由塔度抽出嚟。就係呢一步，令稀薄嘅牛奶變成咗你熟悉嗰種又結又黏，可以掛喺匙羹上面拉出絲嘅金黃色甜嘅。講到底，煉奶嘅本質就係一罐被抽走咗大半水分，又被糖牢牢封印住嘅濃縮牛奶。佢嘅兩把護身符，脫水同加糖，一個令細菌冇水飲，一個將殘餘嘅水都鎖死，雙管齊下，先至令佢可以喺室溫之下安安穩穩貪足成年。濃縮好嘅煉奶，仲要經過最後幾道精密工序，先至可以變成超級市場貨架上嗰一罐。首先係均質，機器會用高壓將煉奶入面嘅脂肪粒全部打碎成極之微小、大細均勻嘅顆粒。呢一步可以令煉奶嘅口感更順滑，質地更穩定。放耐咗，亦唔容易出現脂肪上浮、油水分離嘅情況。接住係灌裝。但喺煉奶入罐之前，每一個罐都必須先經過嚴格嘅滅菌處理，將裡面可能存在嘅任何微生物清除乾淨。然後高精度嘅灌裝機會將分毫不差嘅定量煉奶精準咁注入每一個罐度，既保證每罐份量統一，又將浪費降到最低。灌裝完成，罐會被即刻密封，做到完全氣密，唔留一絲縫隙俾外界細菌種入嚟。最後係幫成罐煉奶上終極保險，封好嘅罐會被成批送入一種叫高壓滅菌釜嘅設備，喺裡面用高溫高壓嘅蒸汽，將罐內殘留嘅最後一點微生物徹底消滅乾淨。經過呢最後一道工序，一罐煉奶先至真正做咗無菌，可以喺室溫之下安全保存好耐好耐。由一頭乳牛擠出第一滴奶，到呢一罐被密封滅菌嘅煉奶落生產線，一整套工業流程環環相扣，滴水不漏。你以為煉奶就只有罐頭入面嗰種甜到漏嘅金黃色甜腳呢一種，咁你可能睇少佢啦。事實上，鮮奶有一對生得好似，但行咗兩條完全唔同保鮮路線嘅孖生兄弟。第一種就係我哋一路講落嚟嘅加糖煉奶，亦係大多數人口中嘅煉奶。佢含糖量極高，差唔多一半都係糖。靠嘅就係糖嘅透壓嚟防腐，又甜又結，最啱搽麵包、沖奶茶、淋甜品。第二種叫淡煉奶，亦都叫淡奶或者蒸發奶。佢同加糖煉奶嘅工藝幾乎一樣，唯獨係少咗加糖呢一步。佢唔靠糖防腐，而係完全靠最後嗰陣高溫高壓滅菌嚟保命。所以淡煉奶唔甜，奶味更濃更純，係港式奶茶、咖喱濃湯入面嗰陣順滑奶香嘅真正來源。下次你飲絲柏奶茶，令佢咁潤咁滑嗰樣嘢，多數就係淡奶嘅功勞。而煉奶真正嘅魅力在於佢早就甜軟晒成個世界。喺越南，冇煉奶就冇靈魂嘅滴漏冰咖啡杯底嗰層濃濃嘅甜，全靠佢。喺香港茶餐廳嘅煉奶多士、絲柏奶茶係幾代人嘅集體記憶。喺泰國街邊嘅煉奶多士、泰式奶茶甜到令人上癮。喺巴西，國民甜點朱古力波，主料就係煉奶熬出嚟嘅。喺世界各地，無數人嘅童年記憶係夏天嘅煉奶，點士多啤梨、煉奶淋刨冰，或者索性趁大人唔為意，用匙羹由罐頭度偷偷挖一大啖，直接食。換句話講，你打開一罐煉奶，挖落去嘅唔止係牛奶同糖，你挖落去嘅係一段由南北戰爭戰場到越南街頭咖啡檔，再到你自己童年廚房嘅田園全球嘅工業史。諗到呢度，你可能已經發現咗煉奶呢套系統
本質上係將牛奶呢種最嬌貴、最容易變壞嘅嘢，用工業嘅力量徹底變成一種可以室溫保存、可以全球運輸、可以精確到毫升嘅標準甜腳。佢嘅光明面係顯而易見嘅。喺佢被發明出嚟嗰個冇雪櫃嘅年代，煉奶令牛奶第一次擺脫咗今日唔飲，聽日就變味嘅命運，令無數缺乏新鮮奶源嘅士兵、BB、遠洋水手飲到咗安全嘅奶。直到今日，喺好多缺乏冷鏈、買唔到鮮奶嘅地方，一罐可以室溫存放嘅煉奶，依然係又平又安全又頂肚嘅營養來源。由舌片溫泉嘅角度睇，一罐經過嚴格檢測、巴士德消毒高壓滅菌嘅煉奶，反而可能比來歷不明嘅散裝鮮奶更令人放心。但硬幣嘅另一面係，煉奶亦都係一粒不折不扣嘅糖蛋。一罐煉奶入面差唔多有一半係糖，呢個意味住你為咗慳功夫挖落去嘅每一羹香爐，背後都係相當可觀嘅糖分同熱量。當年佢靠糖呢個天才設計解決咗保鮮難題。但係一個糖已經過剩，人人都同血糖鬥緊法嘅今日，呢份與生俱來嘅甜反而成為咗營養師反覆提醒你減糖減脂嘅理由。更隱蔽嘅代價係，煉奶同所有工業食品一樣，正以前所未有嘅精準度重塑緊我哋同甜嘅關係。當一份甜被精確到一羹一罐，一個固定嘅含糖比例，每一罐嘅味道都一模一樣，分毫不差。我哋亦都喺悄悄咁失去嗰種阿嫲守住土做，慢慢熬成個下做，每一煲都唔多一樣嘅手作溫度。呢個就係煉奶嘅雙面性，佢係人類對抗食物腐敗嘅一次偉大勝利，亦都係一份甜度需要我哋保持少少清醒嘅工業禮物。講到呢度，我哋呢場跨越大西洋海難、南北戰爭戰場同加州巨型儲奶缸嘅煉奶旅程就差唔多嚟到尾聲啦。由1851年，蓋爾伯登喺空波嘅甲板上眼白白望住 BB， 因為飲唔到奶而夭折，從而立下決心嗰一刻，到1856年，佢諗出脫水加糖呢個天才辦法嗰一秒，由牧場上嗰頭一日產30百公升奶嘅乳牛，到工廠入邊嗰部每分鐘轉7000個圈，將脂肪甩成2層嘅離心機，再到嗰座抽走60%水分，將牛奶熬成金黃甜滋嘅蒸發塔，呢一切工業嘅精密，最終凝結成你淋喺多士上、攪入咖啡度嘅嗰一陣香濃。所以下次你擠出一圈煉晒嘅時候，可以試下諗一諗，呢一罐睇落普普通通嘅甜羹入面，收埋咗接近670年嘅歷史。收埋咗一頭乳牛8個鐘嘅咀嚼，收埋咗一座24個鐘唔停嘅工廠，仲收埋咗一個最狂掃亦最反直覺嘅真相。佢能夠喺室溫下放足成年都唔變壞，靠嘅從來唔係咩恐怖嘅防腐劑，而係被抽走嗰60%水同嗰一羹羹將細菌活生生喝死嘅最普通嘅糖。佢唔單止係一罐甜腳，佢係化學、農業、工業同一段戰爭史一齊合作完成嘅一份你可能從來冇諗過嘅禮物。咁問題嚟啦，睇完呢一集，你最中意點樣食煉奶？係搽喺熱辣辣嘅麵包上面，係淋喺士多啤梨同刨冰上面，係加落咖啡同奶茶度，定係索性趁冇人用，匙羹由罐頭度偷偷挖一大啖直接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食法。